来继续来看这个昨下晡，疫情指挥中心是来宣布讲，台湾出现头一个英国变种的病毒，所以台湾的边境严加管制，明仔载开始暂停外国人入境台湾。随后，总统府来宣布，元旦升旗典礼取消掉民众进场管理。新北市的耶诞城明日早暝提早来结束。六都当中，包括新北、桃园、台中、台南甲高雄，拢宣布讲，跨年晚会改做线顶直播。敢若剩台北市的跨年晚会照常来举办，也毋过管制人数由本地8万人降为4万人。台北市政府外口的市民广场舞台早就搭好啊，要民众透早就来排练。希望讲暗时会设伫跨年演唱会时排到较好的位。台北市长郭文天嘛无辜负因的期待，宣布台北市是替跨年继续办。戴口罩、勤洗手。我们今天人数还会再进一步限制了，所以要来参加晚会的人，第一要下载这个台北 APP、台北通的 APP， 用 QR code， 我们这样可以做到实名制的管制。虽然跨年照常办，台北市是如临大敌，管制区人数为8万救水，剩4万，嘛用 App 来严格落实实名制。除了台北市以外，目前跨年活动照常办的，还佫有宜兰市、新德县、花莲县、云林县、台东县、平湖县、连江县、甲金门县。提醒乡亲，除了爱穿好小以外，一定要挂嘴安，唔通无要无紧。事实上，昨天晚上我们还跟陈时中部长有确认过目前到昨天晚上台湾的疾病管制署都没有新的疫情变化。这个我们还是用一个做最适当的准备，但是也不要被这个不理智的恐惧打败。郭文天承认讲，这款的决定政治压力真大，不过为了在防疫甲经济之间取得平衡，台北市要跨国际防，用跨年活动甲市民做伙迎接2021年。